其實咧，飲食業咧都好多係要進步嘅空間嘅。我希望能夠未來當選嘅代表我哋業界嘅議員咧，多啲落我哋嘅地區，咁大家一齊咧共同咁做到一個美好嘅飲食之都。希望能夠多啲溝通，能夠多啲聽我哋嘅業界嘅意見咧，反映俾政府咧。咁呢個橋梁咧係要做多啲實事，可以幫到我哋飲食業界嘅發展。餐飲業界咧喺過去幾年都比較大挑戰，變化都好快啦，咁所以業界咧都要好快速去適應。我哋希望咧新一屆嘅立法會議員，特別係能夠代表我哋餐飲業界嘅議員咧，都係願意擁抱創新嘅，願意咧係將我哋業界嘅聲音咧好直接、好準確咁表達到俾政府知道，等政府咧嘅制定嘅政策可以同我哋業界咧都一齊攜手咧，將香港個經濟啦做得佢更加好，將香港咧做成一個旅遊城市啦、盛事城市啦，同埋咧係金融城市。嚟緊12月7日係投票日，對我哋每一個香港市民嚟講都好重要。呢個選舉唔單止係選出各區各業界嘅代表，亦都係選出能夠帶領香港穩步向前、真正為市民解決問題嘅議員。所以我真心呼籲大家抽出時間，為香港美好嘅將來投下有意義嘅一票。當然，我都會盡我公民嘅責任，喺12月7號投我業界嘅一票。12月7號咧，大家一齊記得嚟投票，選出一個幫到大家服務市民嘅議員。嗱，12月7號咧，我都一定留喺香港噶啦。咁咧，到時記住12月7號一齊去投票。大家記得12月7號一定要去投票。